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？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愛你老監獄。Jaded to you home. Jaded to you home. Next door you home. C 监狱 Stephanie Su Wei。是你。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賓村遇難，然而教你腹痛亦算黑色浪漫，甜蜜那陣時關懷日子總講到大內眼，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係欠負面，若覺得長者齋佔家住很離奇，是我自知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。只想是你，必須是你，很想被念記，即使淡淡離別。就算在深夜被嫌棄，都想這遺言是好想你。最美未夠運氣一起。有沒有出絲？要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，早變陌路人，常有幻想是大忌，這步伐應該長眠於手機。就算死仍會再騷擾你，若覺得這惡作劇真的很頑皮。